收睇新聞米。尋日晏晝，金鐘有3個男人喺佔領區度將幾袋豬雜掟去肥佬黎度。事後呢3個男人俾現場市民同埋佔中嘅義工制服。咁警方拘捕咗呢3個男人之餘呢，亦都用喺公眾地方打交呢條罪，將幫手制服嘅佔中義工都拉埋啊！真係 O 晒嘴啊！見義勇為嘅人呢都俾人拉啊！警察呢選擇性執法啦，以後呢都唔會幫手制服、打劫之類嘅事啊，費事呢整傷個犯啊嘛！香港呢已經變咗做 Sin City 啦。呢2位義工尋晚已經保釋咗啦，佢哋覺得警方嘅做法無理啊，將來亦如果有同樣嘅情況，仍然會公民拘捕㗎。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啦，市民呢進行同協助合法逮捕罪犯呢，可以利用就當時情況而言嘅合理武力喎。不過呢，有律師就話，警方呢經常會忽略呢條條例，多數呢都會轉移控告雙方打交啊。12年嘅時候都曾經發生過，有一個男仔追完個色魔之後，警方用同一條罪拉埋佢。有人就話：咁市民呢唔好隨便行使公民拘捕啊，因為隨時會俾人告翻普通襲擊罪㗎。咁香港警察同犯人呢，依家同聲同氣啊！呢啲呢就係中國特色法治啊！大家明冇？而掟豬雜嗰3個人事後俾網民起底喎，有一個仲疑似係沙田粥鋪嘅老闆。網民就話：大家唔好再去幫襯啊，因為呢啲人呢心地唔好，唔會俾心機整嘢食㗎啦。有人呢仲話呢，佢哋亂拋垃圾應該罰翻佢哋1500蚊啊！高等法院今朝早決定駁回旺角禁制令呢一個上訴，原因係上訴理據重複啊。咁下晝呢，有法庭指示聆訊啦，法官歐慶祥就話法庭呢冇俾警方額外嘅權力啊，就話呢採取拘捕嘅行動呢由翻警方自己決定喎。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列顯倫尋日話，高等法院2次就旺角禁制令嘅申請呢，喺原訴人未保證有效執行禁令，同埋淨係聽咗單方面即係潮聯小巴嘅申述，就批咗呢個禁制令出嚟，做法係好離奇㗎。呢個做法呢，亦都唔合乎法庭呢，只係喺緊急情況之下呢，先批准單方面嘅申請令申請嘅原則啊。咁質疑呢，點解要發出呢條嘅命令呢？佢仲話呢，旺角佔領區禁制令呢，係試圖以私人嘅訴訟呢去解決公共秩序嘅問題啊。做法呢，真係好耐人尋味啊！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都同意佢嘅講法，仲話政府用咁龐大嘅武力，即係傳聞係7000咁多啦，幫私人公司執行禁制令咧，變相用公帑嚟執行一啲民事訴訟嘅判決，程序上係錯晒咯。怪事呢，年年都有㗎啦，但係今年呢，唔知點解特別多喎。咁唔知高等法院個法官啦，聽到列顯倫咁講，唔知有冇後悔呢？大家其實都心照㗎啦，根本今時唔同往日啦。政府咧正式主動破壞以法治港，用人治啊！大家咧聽到呢個消息咧，一定好嬲啊！所以咧，我哋要飲翻杯茶，冷靜翻個人先。嗱，呢一支就係生活概念品牌OT推出嘅產品。你以為佢係無色無味嘅水，其實佢係一支綠茶嚟㗎。一扭一熄咧就會變身㗎啦，而且味道唔錯，仲好清新㗎。咁飲綠茶咧可以抗氧化啦、抗衰老啦、加速消脂啦、排毒喎。另外咧有3副茗茶嘅茶包啦，仲有助女士們 keep fit 添啊！大家可以試下喎。今晚10點鐘咧，記住要聽埋逍遙遊，會講下禁制令同埋清場，仲講下奧巴馬同習近平講關於佔中嘅嘢同埋中國經濟，特別咧會講取消人民幣兌換上限，記住收睇啦，拜拜。